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O2 Racing 啊！喺上一個賽馬日咧，我就分析咗第7場嘅3班1000米啦。咁我就中意隻4號嘅好好戀愛嘅。咁最後呢隻好好戀愛就回飛啦，回到13倍，而且佢改咗個跑法啊。嗰條片我就講咗隻馬，可能第一鋪隻馬比較新咧，望空跑就跑得麻麻地。今次換咗個跑法咧，有遮擋後追。睇嚟對隻馬個發揮係好有幫助嘅，咁追咗個好近嘅第2名啦。咁我自己就買咗3、4嘅位置 Q 啦，都有8倍，咁射咗入尾場都幾和味下嘅。不過最緊要都係避開咗1.8倍大熱倒做嘅年年幸運啦。咁希望大家中意我上次嘅分析啊。嚟緊禮拜日咧，就喺11月7號舉行10場嘅沙田賽事啊，所用嘅跑道會係 C+3。喺節目開始之前，就想大家俾翻個 like 啦，同埋訂閱我個 channel 啊。咁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開始啦。我會想講一講第3場先。呢場有4隻馬係出自11月15號第8場嘅4班1000米嘅。呢場賽事因為就係超越夢想出閘嗰時墮咗馬啦，之後擰轉頭走，賽事就宣布無效啊。直路之前已經響起咗鐘聲㗎啦，嗰時已經宣布無效嘅其實。不過有啲騎師似乎係聽唔到個鐘聲啦，入到直路又全力策騎，就令到有啲馬又走咗光嘅。例如隻志滿同行啦，同埋金風萬里咧，呢啲上一場都跑咗個第2、第3名嘅。因為呢兩隻馬上次走咗光之後咧，今場嗰個戰意方面咧，就另外有少少懷疑啦。始終上一次咧，呢兩隻馬都有少少分頭，尤其是隻1號嘅志滿同行。係一個大冷門嘅姿態入位添，而今次隻馬一定會熱咗好多噶啦。咁幕後喺上場搏完之後，今場會唔會再搏過呢？我就有少少懷疑嘅，所以就1號同埋10號呢，就比較多嘢估，我會有少少戒心嘅。而且有好多馬都係轉路程嘅，例如2號嘅星神千歲啦，6號嘅小魔怪啦，8號嘅超開心啦，呢啲馬一係就由跑馬地轉嚟沙田，一係就真情，考慮嘅因素就比較多。最後呢場馬就夾雜咗3隻新馬，3、4、5號。咁3號嘅香港仔同埋4號嘅飛躍星神就可能就差少少。5號嘅瑞木咧就大家可以留意下走勢。所以呢一場我就揀一隻馬就唔使諗咁多嘅，就係隻9號嘅開心果。今次呢隻開心果咧就竟然配上潘頓喎，排咗一檔靚檔。咩121磅？我哋睇一睇057呢場啦。呢場係開心果初1至6出受大熱配上門，田泰安嘅出閘6號仔紅衫白帽嗰隻啊，出閘10個閘箱咧都正常嘅，唔係特別慢啦。田泰安呢一場就冇故意將隻馬擺喺前邊嘅位置，都係順住走啦，咁發揮都合理嘅。始終呢隻馬就係初出。呢一場包辦頭3名嘅馬呢，而家都擺咗喺頭3位啊，分別係燃心星啦、金風萬里同埋隻標誌極光嘅。咁你見到個馬群咧都拉散咗啊，其實好難追呢一場。呢隻開心果而家就拍住入邊嗰隻好精神啦，隻好精神再出就有表現嘅。而你見到呢度隻開心果咧，其實好遲先撻到，俾前面嗰隻勇敢孖寶阻咗啦，有少少 check 咗一 check，而家先開始真正望空跑，咁個追勢都唔錯嘅。跟住嗰兩場116同埋154咧，就分別去咗跑馬地跑1200米同埋1650米啊。其實跑馬地未必好適合呢隻馬。呢隻馬咧個開步好闊啦，而且出腳都有少少論盡嘅，所以呢隻開心果應付跑馬地個急彎咧係有少少拗教嘅。咁表現麻麻地咧都係合理嘅，而且呢隻馬我覺得好似同球嘅另一隻馬，就係隻熱力寶。熱力寶上季初跑時咧跑咗2場嘅跑馬地咧有少少追勢啦，第3場就即刻轉程跑沙田，
隻馬又係啦，衝程比較長啲，跑沙田長直路會比較適合啲，一轉程就即刻贏啦。希望蔡約翰就可以複製翻呢個嘅去馬手法啦。呢隻延力寶喺晨操嘅方面咧都正正常常嘅。見到佢咧上場11月5號跑完之後咧就休息咗1個月啦，俾隻馬唞夠，儲翻啲新鮮感。試咗一課習，冇乜特別嘅，都係一貫蔡約翰跟跑嘅手法啦。呢隻馬個樣咧幾靚下嘅，前胸啊後裝都紮實咗，同埋力度都有改善嘅。不過呢隻馬我覺得狀態都係七七八八咁樣嘅啫，咁又未去到十足。不過認為喺呢一場嚟講都夠做㗎啦。開心果馬主咧之前都有兩隻馬嘅，分別係金榜之星同埋神之水滴啦。因為金榜之星咧其實好快就交到表現嘅，另外隻神之水滴都係啦，好快就已經有表現㗎啦。咁我相信咧幕後都係比較急進嘅，想隻馬快啲交到成績。咁今次強配潘頓排咗一檔咧，已經有實力去贏呢場馬㗎啦。咁我就先揀咗隻9號嘅開心果啦，攞佢嚟做 QT 膽。呢隻開心果雖然配咗潘頓啊，不過我相信隻馬都唔會特別熱嘅，始終個表面賽績方面咧都唔係特別好。不過睇深一層咧，隻馬唔係咁差嘅。呢度有其他馬孭飛啊，例如隻10號金風萬里啊，1號展滿同行啦，5號嘅瑞木啊，甚至乎係7號嘅奧靈羅咧，都會幫手孭下飛嘅。咁希望隻開心果都有翻起碼5、6倍嘅分頭啦。另外馬方面咧，我都會留意翻隻龍奧靈羅嘅，呢隻馬個質素能力應該唔錯，而且佢可以擺翻喺啲前少嘅位置啊。今次擺咗4檔，咁我就會諗一諗隻龍奧靈羅咯。其他有變數嘅馬就係海南寶，呢隻馬上次9月28號跑完之後咧就休息咗好耐啊，重新做咗功夫，途中又試咗2課習啊，咁都不過不失嘅。咁希望今次換咗個配備之後咧，就放得出，應該幾好分頭嘅。有達榮嚟緊禮拜日都有成手馬喺度啊。咁希望呢隻馬會鏟入嚟頭3名啦，好好分嘅。另外咪拖翻啲熱門咯，1號同埋10號。咁我重複多一次我嘅心水啦，我會揀第3場嘅4班千二米9號嘅開心果。呢條片嚟到呢度為止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